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 Style 一款最新出嘅39 Metro Pro。近呢幾年喺鐘錶界好興綠色嘅錶面，而今次 Style 出呢隻唔係嗰種好深色、好沉悶嘅綠色，而係一種非常清新、好有高級感嘅開心果綠色。呢隻錶最大嘅賣點，絕對係呢個開心果色嘅錶面。呢隻綠色有令人充滿活力嘅感覺。配合埋佢嘅銀色立體時錶，喺光線照射下層次感十足。手錶直徑係39mm， 用緊瑞士 SW200嘅自動機械機芯，可以自動上鏈或者手動上鏈。仲有26粒紅寶石續成同埋停秒功能。錶面都寫住 Swiss Made 瑞士製造。佢嘅錶面係用緊防反光嘅藍寶石水晶錶面，夠晒襟磨同埋耐刮。錶殼、錶帶就係用咗 316L 精鋼，係經過磨砂同埋拋光處理，做工非常之細緻。再配埋呢個雙重保險錶扣，而佢嘅時針、分針同埋時錶都有瑞士級數嘅藍椰鋼，防水深度亦都有100米，帶嚟游水或者落雨洗手都冇問題。Style 呢隻39mm 開心果綠面，而家我哋都做緊個超筍價，折咗5000頭就買到。有興趣錶迷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如果鍾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第一時間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